老大早。好嘞。哎，交通便利，最好是有简单装修，环境舒适，价格也合适。这我瞅瞅啊。老大，哎呦我天！哎，你这嘟囔什么呢？你怎么老是一惊一乍吓唬我？上网看看房子。你要租房子啊？啊，那怎么办？孩子上学就他近，得租个房子，没辙呀。老大，你这马上都要升职了，你还租什么房子呀？直接再买一套，是不是？方总，你别逗我啊！哎，你觉得靠谱吗？那当然了。嘘，小点声。你小点声。你看你呀，你这老员工，业务能力强，管理能力又不差，人缘又好，这还刚立完大功。小心点啊！这里头都是那个玻璃啊！来，小心点。哎，你把那个给我。一会儿你都把那翻楼上去啊！小心点啊，注意安全。哎，你好，我是刚搬过来的，给您一包糖。哦，谢谢谢谢。孩子高考呢，图个吉利。哦，还有这个说法哈。您也是住这儿吧？我不住这儿，我也是想过来看看房子，有这个打算。啊，这小区啊挺好的，离学校特别的近。那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有空多交流。姐，哎呦，宋老师啊，梅梅嘛。哎，您好，来，给您包糖。哦，这是，哎，又搬回来了。哎呀，这不孩子去年没有考好吗？今年想再复读1年。哦，哎，复读一下也好，明年考个好学校，大家都比较踏实。是，谢谢啊。那你们俩聊啊，再见啊。我问你，那季区长季胜利是不是租你的房了？你怎么知道的？消息灵通人士啊，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他跟方圆是发小。真的？你怎么以前没跟我说过？刚接上头。哎呦，世界真是太小了，快搬过来呀！你刚才电话里什么意思啊？是打算搬过来吗？我就是为这个事情找你的，我正有初步的想法，所以我还是要跟你再咨询一下。还初步的想法呢？节约多少时间呀？在这儿租房啊，本质上讲那就不是租房，这叫抢占教育资源。第二，1个半小时，你知道能做什么事儿啊？都能做一套卷子，写一大作文了。这要换我们家英子，50个英语单词都背完了啊！1个半小时，英子能背50个英语单词啊？差不多吧？不可能吧？凡凡连5个都背不了。你老这么说凡凡，哪至于啊？哎，不说这个，你现在还有房吗？房倒是还有一套，哎，就是怕你看不上啊。为啥呀？户型不好啊？朝向不好啊？也不是，咱俩这关系我就不瞒你啊，就是上一个租户那孩子吧，考得不太好，高3的家长们都比较敏感，就会觉得忌讳，说风水不太好啊。还有这个说法？那我能说什么呀？那雅雅妈妈，哎呀，太巧了！昨天晚上我们刚见过，就在你给我介绍那个汗蒸馆，我们刚刚见过。真的啊？这么巧？哎，我今天有一个会，我得早到啊，咱们回头聊啊。好啊，好，回头聊啊。你忙啊。你们这发小的家属相互也这么客气啊？人家领导的爱人，矜持点也正常。哎，不说这个，你带我去看房子去。行，你要真租，我肯定给你留着，还给你打折啊！打折呀？你不让我白住啊？你下回还好意思见我呀？我好意思啊！脸皮真厚。必须来点正经的，好好看啊！哎呀，这房子吧，我是收拾出来了。哎呀，但是这之前的租户也不太爱惜。哎，挺好的，你收拾挺干净的。就有一些基本的家具，因为每个租户吧要求不一样，每次添点儿减点儿的都说不定。这就是主卧。对，主卧。不用放太多家具过来，就住个小1年的。你说回头这些家具放哪儿啊？哎，真好，这个位置是真好。对，这个房子最好的就是位置。2楼，你看，你上下楼也不用等电梯，溜达就下去了。从家门口出去到学校门口，整整4分半。你连这个你当初买房你都算计过啊？那这房买了给什么人准备的呀？那不就是给高3的？高3就是分秒必争啊！不是你那时候哪来这么多钱？你一下买5套？那时候便宜，又没有限购，交个首付就行了。而且其实是4套，不是离婚的时候让乔伟东弄走1套。你说我也是的，
我这方面脑子是一点都没有，方圆也是的，脑子都不放在这上面，这白活了，以后还得跟你混。哎呀，这可是学区房啊！是啊，一会儿还有一上下铺啊。对对对，哎呀，这个床啊，上一个租户留下的，本来我还想弄走呢。哎，你家不也俩孩子吗？要不要留下？哎呀，我这是本来说搬过来，估计地方小，可能真得买上下铺。但是我又琢磨，你说这俩孩子这么住着，会不会互相影响啊？那肯定得有影响啊！啊？你外甥学习这么好，不正好带凡凡呀？我是怕凡凡影响磊儿。哦，那还真有可能，那就看谁能量大了。你还有没有别的啦？手上啊？以前有啊，小三居还有一套呢。这么晚才跟我说，你再不说这房都没了。哎，刚咱遇见那位，哪个呀？发糖那个？刘静啊，他不是租我房了吗？就在楼下。他就住这楼下。对对对，那是他们家院子。啊，就下边啊？同一户型？同一户型啊，不都为孩子能近点吗？你早说，我早租了，有什么事儿我也好跟他们家商量商量啊。你可真逗，人家副区长，你跟人有什么好商量的？你不知道，凡凡跟他们家季阳要分到一个班了，都在一个基础班啊！真的？是啊，你看，又是副区长，方圆的发小，又是楼下的邻居，是吧？孩子又在一起，那我有什么事儿，我是不是得主动点跟人家啊？对，人家肯定消息灵通，学校里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也早点知道，对吧？是，这个啊，什么？哎呀，你的钱我还能要，你就住吧。哟，说的有多不好意思似的。那我能不给你钱吗？你说我多少钱吧？那是不能啊。不是，是我现在不给你钱，回头每个月我都得买礼物给你，你高不高兴还不知道呢。回头一起都给我拽出去了，就是要你不好意思。说多少钱？真要给钱啊？啊，反正哎呀，2居室吧，在这小区都是1万5起。哎呀，怎么跟你要钱啊？那这样吧，1万2，行了吧？啊，行，够仗义了。对，挺便宜，挺便宜。哎呦，心疼，还心疼啊！1万2呢，再给我也心疼，知不知道？不能让你心疼，不能让你心疼啊！行，好，哦，这是开放式厨房，对，开放的。哎，真的，跟方圆商量一下啊。商量什么呀？钱呢？你还能再给我便宜点？去，当然是房子情况了。啊，你说风水啊？啊，我不信这个。你是不信，那方圆万一忌讳呢？他忌讳管用什么呀？我家我说了算，我都不忌讳，他忌讳个屁啊！哎呀，你说到底有没有风水这回事儿？真要有风水这回事儿，也是我风水不好。你说我怎么遇见乔卫东那么一渣男呀？想想我都恨得很。乔卫东跟那女的早分了吧？我才不关心他呢。哎，不过我听英子说，他好像一直都有女朋友。那是，没有就不是他了，就这德行，甭搭理他。哎，不过方圆还行啊。方圆啊，方圆限量版，没办法，我命好。哎，你说我这些年怎么把青春给了他了？这些年我一人带着英子，真是什么苦没吃。哎，行了，你这叫苦尽甘来，我都羡慕死你了。英子多好啊，成绩这么好啊，又孝顺你，又漂亮，又知道疼你，又听你的话，偷着乐吧你。行了，别安慰我了，自己也生一闺女去啊。你不用倒茶了，来，坐，来坐。这次上海的差事办得不错，也算为你这个岗位画了一圆满的句号。应该的。哎呀，咱们公司这困难你也明白，所以我们决定接受这个居化集团的并购了。好事儿，1+1等于2嘛。再说咱们公司的现金流本来也不太好。你能这么想当然最好了。我们跟人谈的呢，不是自主经营，所以人家那边会过来一批人。哦，我明白，还得在上面再加个小领导。不是，人家是会过来一个团队，各种人员人都配齐了，所以我们这边就显得有点人浮于事啊。杨总，您什么意思啊？之前您不是跟我透风说，只要完成并购了，我还能在原来的岗位上
往上挪点吧。是，说过。现在突然发生了这个变化，人家过来的是一个团队，这里面有法务部门，这是谈判里的一项，只能同意，你说是吧？那就说我和我们部门的同事都要做调整。不是调整，准确的说是被替代。你是公司老员工了，这贡献大，成绩突出，但是为了咱们公司的再发展，就要委屈你了。行，我都明白，都明白。那我还有那帮年轻的后边的补偿，都安排好了。我先跟你谈，咱要是顺利的话，咱就办手续走程序，发基本工资，在1、2个月里面你找下家，是吧？那茶凉了，我就再给你换一杯。没事，凉茶败火。行了，不就是工作的事儿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那要处处都不留爷呢？你说就像你那么好命，随便投个钱，下半辈子都不发愁了。哎，当时老天爷是不是瞎了眼了？要不是睡着了，打个盹儿，让你小子钻个空子。你这就是仇富，你这种心态耽误你进步。我还进什么步啊？说话工作就没了。我现在就想多吃点肉，可能过段时间肉都吃不上了。不是，一般这种公司辞退你了，不都有遣散费吗？怎么着？你是嫌人家给的钱少了？我想多少人不给呀？那我讲，我那是私企，又不是国企，你跟他扯不清楚的。我们之前有一员工就是打官司打了1年多，各种方法都想了，就是赢不了。我现在真是没辙。你说，可是我跟他耗着吧，等于没岗呢，就发我点基本工资，那还等于不拿钱。你就跟他耗着，他不给够了，你每天啊就到那儿点1毛，然后出去干别的活去。走一步看一步吧。我现在想着先找一工作，等我吃完这盘肉，我就出去找工作去。那你现在这种情况跟你们家领导汇报没有啊？我不敢说呀。我们家领导正跟你们家前任领导在那儿租房子呢，他万一知道我工作没了，肯定说这房子别租了，不租房子耽误孩子学习。你说耽误孩子学习，这责任，这我也不愿意啊，是不是？我现在是想说，能不能我先找着一工作，实现这无缝对接，然后再跟童文杰报告。方圆，你说啊，你说我是做投资的，我也没有什么实体，要不你看，你就是有实体，我也从你的尸体上越过去。我怎么跟你讲东西？哎，你那么今儿也是不吃那个有机蔬菜养生了，改吃肉了。最近累了，补一补。小梦最近一直想要孩子，好事啊。方圆，你想想，我今年45，我跟小梦生一孩子，这算是怎么回事啊？等这孩子长到英子这么大，我去开家长会，人还以为爷爷来了呢。再说我不能要孩子呀，我生孩子了，那就是对英子的背叛。你等一会儿，我这逻辑我没听懂啊。你当年找了一软妹子，你对宋茜那不叫背叛，你现在换个软妹子，你得给你生个孩子，倒成了对英子的背叛了。我当年真没有背叛宋茜，我那是被人设计了。全世界都知道你那个，你这别装了。我喝醉了。行了，这事儿我不跟你说了。那么我还是没弄懂，你跟我说，那你现在生一孩子，怎么就对英子是背叛了呢？什么意思啊？你呀，生的是儿子，你不了解啊，这闺女和父亲之间的这个情感。这个闺女啊，是爸爸的前世小情人。如果我现在生了孩子了，那我就是对英子的移情别恋。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什么时候等英子考上大学长大了，英子什么时候结婚了生了孩子，我再生。哦，还有这么个逻辑呢你？那你躲回这书香雅苑，那小梦不是这儿来给你这个上手段比划瑜伽吗？小梦啊，这个甲醛过敏，前一段时间来了，得了一身疹子之后回去了。你那不是老房子，怎么还有甲醛？我设计了一下，
啊？那个小梦不是甲醛过敏吗？我就把我那老房子重新粉刷了一下，然后换了个地板，然后挑了点有味儿的家具放里了。哦，乔总你，这你发财还是有道理的呢。你这智商是比一般人要高点啊，可以这招。这是有点缺德吧你这个啊？你不怕熏着英子呀？我这不就是为了英子吗？放心，等英子来了，我再把家具换了。哎，媳妇儿，我在公司楼下呢。哦，听见背景音乐是吧？啊，对，在楼下那快餐厅呢，正准备吃午饭。哎，去超市，行，下了班我找你啊。好嘞，好嘞，好好好。最近好像有点怀疑我，这老查岗啊。你打算什么时候说呀？找着工作就说。如果他这房子想租给你，就不应该跟你说他这房子风水有问题，这不符合常理呀。你说什么呢？乱七八糟的，什么不符合常理啊？好，我帮你好好分析一遍啊。我觉得宋贤跟你说他那房子风水有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那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不应该跟你说这个问题。他不论想租给你还是不想租给你，都不应该说这风水有问题。他是因为跟你太熟了，觉得熟人呢抬不上价钱，又不好意思拒绝你，所以他才拿风水当借口，对吧？风水是什么？风水在哪儿的风水？方圆，你贴上毛你就是猴啊！啊，你说你要把你这点本事用在挣钱上，咱家早发达了，还用得着为这1万多的房租在这掰扯？你看看人宋倩，10几年前多有眼光，啪啪啪4套房子一买，后半辈子齐活了，是不是？你呀，小人之心度人君子之腹，人宋倩怎么就不能实心实意的想要租我房子，并且诚心诚意告诉我这房子有问题啊？哎，媳妇儿，我纠正你一下。首先，我认为，啪啪啪那是3套房子。哎呀，烦死了！还有一个，我不相信什么风水的问题，我是唯物主义者，我只信仰便宜。哎呀，我不是说我信这个，我这是，你心理暗示一旦你产生了，你很难回避。你说那套房子，这么多租户住在里边，这些孩子都没考好，多多少少是不是会有一些负面的干扰？我先不说是干扰还是风水，总之是负面的，对不对？哎，不对，你跟我绕来绕去什么意思啊？咱们说好的事情不能反悔啊！不是反悔，我就说像租房子这种大事儿，咱家本来就有房子，是吧？劳民伤财的事儿，你要是没想好，那再谨慎的考虑一下。我想好了，除了这个风水咱不说，人宋倩给我们打了8折，7七8八下来一年便宜5、6万呢。行，便宜就行，共克时间呗。共克什么时间啊？你这马上一升职加薪，我再一忍辱负重，孩子们再一考上大学，我们共享清福是？哦，对了，我买只鸡。哎，别拿那个，那只鸡长得太凶，面相不好。那只面善。你跟我说，你今年多大了？啊？问你，你看我今年多大了18。40多的人了，你幼不幼稚啊？难怪方一凡跟你一模一样的。我问你，严肃的问你，认真的问你，你是不是不想搬家？你这是测试吗？有没有标准答案？我是心疼你，我知道你怎么想的，有压力了是不是？以我现在的情况，升职加薪无望，家里所有的开销都要靠你了。以后1个月1万多的房租，孩子生活质量不能下降，这补习班也少不了报，都得花钱。咱们就算租房子，自己的房子也租不出去，因为东西都在里边，所以有压力了，是不是啊？还行，没什么压力。你真没压力？真没压力？你不能没有压力啊！你要有压力，男人不能没有压力啊！你没有压力，你升职加薪怎么办？你要在升职加薪上给我勇往直前，义无反顾，你听到没有？听。啊，这只鸡给你炖炖。行，行，有压力。呵，这鸡大啊！哎呀，鸡大压力大，是吧？英子，妈，干嘛呢？我做听力了。哎呀，别喜欢学什么就拼命学，啊！妈妈又给你找了2份去年的理综模拟考试的卷子，今天不用都做了
留一份明天做。妈，嗯，我明天真的想去天文馆。这事儿咱不是讨论过了吗？决定的事儿就别讨论了，好吗？最后一次行吗？英子，那你跟妈说，这天文馆的解说员这个工作对你那么重要吗？以前的不重要了，如果您实在不愿意，以后的也可以不重要。但是明天对我来说真的特别重要。你也知道我有多喜欢航天，双语讲解，这还能练口语。你口语挺好的了，不用这么练了。英子，你看高3了，就靠着妈妈每天给你这么耳提面命的，没用的，还是得你自己心里有那么一根弦儿，得自觉，知道吗？我不是要反对你喜欢航天，你有爱好没问题啊，你喜欢这方面的展览也没问题啊。其实网上有好多这方面的资料呢。要不这样吧，妈妈去买个硬盘，把它们都下下来，等你高考以后，慢慢的来看，这多好啊！英子，听话啊！妈是和你最亲的人了，还能害你呀？快点吧，把卷子做了，还能多睡会儿。明天我还琢磨着，你起床以后带你去趟商场。哎呀，我一直想给你换把椅子，你现在怎么那么驼背呀？倒是换把舒服点的，要不然这个脊椎都是劳损了，你老了就该后悔了。现在得保养，知道吗？知道没有？那赶快做卷子吧。哟，没水了，再给你倒一杯去啊！快点做，尽量不熬夜啊。英子，吃饭了。哎，文杰。哎，宋倩，哎，那套房子就这么定了啊！我一会儿过来找你签合同，我把钱也给你带过来。那么快啊？哎，那关于风水的事儿，你有没有跟方圆商量一下啊？商量过了，他同意了，双手同意。那要不然你下午过来吧，我上午想带孩子去趟商场。好，那我下午过来，拜拜。订好了。行吧，跟着家准备告别吧。哎，折腾啊！爸，你是不是有点紧张啊？不紧张。你总觉得不太靠谱，你这属于先斩后奏啊！对付你妈不先斩后奏怎么办呀？你甭管了啊，你一会儿就踏踏实实的去，有什么事老爸给你扛来。你怎么扛啊？英子，英子，吃饭了啊！英子，快点吃饭了啊！坏了，肯定去天文馆了。爸，我妈给我来电话了。别接。那我给挂了。对，哎别，也别挂，你就当没听到啊。我也没听到，你就踏踏实实的，甭管。有什么事有老爸呢，啥事没有啊？闺女，放心，啥事没有。
啥事没有。完了吧？我妈说她要来天文馆堵我。哎呦，怎么办？我就知道你这招不靠谱，到时候她一来，全都给我搅黄了，我可怎么活呀？哎呀，早知道我就不去了，就不会有这档子事儿了。别急，别急啊，闺女，别急，别急。既然老爸让你去，老爸肯定是有招。有什么招啊？我跟你妈斗争这么多年了，我还不知道她那一套吗？你放心，1个小时，你在里头踏踏实实的讲啊，我保你风平浪静。但你抓点紧，超过1个小时，你可能就见不着你老爸了。师傅，你看前面有没有路可以绕一下，能不能快点啊？这前面后面都是车，堵着呢，没法快呀。算了，要不然我走过去吧。哎，你走过去可远着呢，您看着不远。这不周末，我怎么也这么堵啊？我跟你说呀，这动物园周边呀就没有不堵的时候，不堵车才新鲜呢。不行，要不然我还是走过去吧。哎，你可不能在这儿下车，这违反交通规则呀。等过了红绿灯，我靠边给你停稳了，你再下。哦，好好好。准备差不多了吧？您放心吧，一切就绪。讲解员志愿者也都项目准备好了。这次公众日报名的大部分都是国际学校的学生，不光对这个讲解员的声誉有要求，咱们这边也得做好引导，管理方面可不能出纰漏啊。您放心吧。怎么样？紧张吗？还行吧，有点。没事儿，拿出你最好的状态，你肯定没问题的。你要是准备好了，咱们就上去了。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北京天文馆，我是你们的讲解员乔英子。今天的公众日呢，我将带您了解中国的嫦娥和玉兔是如何一步一步征服月球的。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Beijing Planetarium. I am your commentator Joey, and today I'll show you the spectrum of Chinese aerospace and the heroes along the way. Thank you. 你干什么呀？
过来我！放开我！哎，你上哪儿去？你干嘛呀你？我就知道是你捣的鬼，英子，就算有那么大的能耐，也想不出这主意来，是不是你？英子，在哪儿呢？英子，你少这儿跟我装啊！你少这儿跟我装。他现在高3了，你知不知道高3了？参加这种活动还有什么意义啊？这不是浪费时间吗？怎么没有意义啊？学知识啊，练口语，还锻炼那个口才、演讲能力，总比你在家做题有意义吧？我不想跟你说话。哎，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你上这儿陶冶什么情操呢？你跟我走，你跟我走，咱们俩上对面老莫西餐，咱俩去吃，我请。吃完饭，旁边的动物园，咱俩去看看咱人类的祖先猴，好不好？你请客是吧？我请。老莫哈。老莫。西餐哈。西餐我请。行嘞，走。走。走。走啊！干嘛呀你？是不是想掉头？虚晃我一枪，是不是？我干什么呀？我跟你说，人英子现在已经讲上了。讲上了。别以你们先斩后奏的啊就能得逞！我告诉你，他就算上台，我也把他薅下来。你干嘛呀？往哪去？放开我！哎，保安，耍流氓！哎，干嘛了？干嘛了？放开！不是，这我媳妇儿。谁是你媳妇儿？我根本不认识她，真的。我媳妇儿真是。你媳妇儿也不能这样啊！就是。柳原的长得呀，也不像什么好人，给我站住啊！我先报警。好。哎，你干什么你？哎，他把我票抢走了！哎，你这票给他。票没了吗？进去吧。大哥，你刚刚看见了啊？地上他撕的那是我的票，我先进去了啊。他没买票。行，进。哎，我你票呢？这有票吗？那是人家的票，先去买票去。Since the inception of our ancestors, we have yearned for the sky and held faith in the romance of Chang'e's fairy. And today, our aerospace heroes have so vividly portrayed the fairy to existence. This is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he wheel of dream. We should all be grateful for the era of dream and those many moments we dream could come true. E 中国嫦娥探月工程发展的初期，孙老师，你怎么在？我在这儿工作。您是？我是乔英子的爸爸。这是我女儿。是吗？快，先坐下看，坐下，快先坐。首次实现了我国航天器在地外天体的软着陆，同时玉兔号月球车也通过自主研发的巡视探测 GNC 系统，在月球表面走出了属于中国人的第一步。有一位航天人曾经说过，我们曾错过海洋，但我们不能再错过宇宙。中国的航天事业正在蓬勃发展，全面开花。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终将飞得更远。At the early stage of manned spaceship development, our country has faced many challenges. Just like sometimes when we are lost, persistence would always get us through. With endless efforts of our pioneers, until today, our country has successfully sent 11 astronauts into space, including 2 female astronauts.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Chinese history, these heroes moonwalked, stepped outside the chamber, docked Tiangong 1 space laboratory, lived in space, and the other first attempts. Together, we not only represent the space exploration dream of Chinese people, but also carry the best wishes and the ultimate dream of mankind's sports. 实现小小梦想，就已被现实打发，还来不及遇上被爱的一半，不然吗？在生
哎呀！你别喊我了，那个机车小呀，怎么也开不快。哎，你看那个人，他开得多好啊！一圈一圈的，一点都不费劲儿。就那个，是，我知道。卡丁车这东西，你得经常练习，知道不？我让他教教你。你们认识啊？啊？给我。哎，潘教练，感觉怎么样？车挺好的，车道也不错。那还必须的。哎，正好我呀给你介绍个朋友啊，这位是我姐夫，季区长。哎，季区长你好。哎，别不要叫区长，叫老季就行。姐夫，这是潘帅潘教练。哦，我忘了给你介绍了，他还是春风中学的老师，教高三的。对，我见过你，致辞大会，誓师大会上你主持的，对吧？哎，你也是季洋洋的老师啊？我是教季洋洋语文的。幸会，以后还要多跟你了解季洋洋的情况。哎，没问题。说到了解洋洋的情况啊，我请他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的啊。洋洋啊，喜欢开赛车，洋洋最崇拜的是他。洋洋喜欢在网络上发帖，他就是发帖里面的大神。哎，没有，我平时啊没别的爱好，就爱开车。不是，为了让你们呀更好能够了解洋洋的情况啊，要么这样，你们先互相加个联系方式好不好？哎，咱俩加个微信吧。行，那个我手机在办公室，我去拿一下。那你们先聊啊，等我一会儿。哎，大神，什么是大神？哎呀，我这一句话两句话也给你解释不清楚，你就简单粗暴的理解成为啊，比你还厉害的人。比我还厉害？啊，不是，在赛车和发帖上比你还厉害。我想让他干嘛呢？洋洋崇拜他，我也想让洋洋崇拜你，这样你们之间呢不能走近一点吗？我想让他教你在网络上怎么发帖，第一时间引起洋洋对你的关注。这个网络我一窍不通。没事儿，你有 QQ 号吗？没有。微博呢？没有。你有网名吗？没事，咱一步一步来啊。先给你起一个网名好不好？咱就叫威克士。胜利。哎，行，那到时候啊，我让这大神呢，慢慢的教你在网络上怎么发这个帖。我们俩呀有个比赛，一会儿得先走，你呢再练会儿。我也不开了，我也开不好，我也回去吧啊。哎，别呀，你别走啊！要不是，再给你出一主意，要不你去那个游戏机厅啊，先练那个开赛车的游戏，你把那开好了，没准这个还能多点感觉。游戏厅啊，我也没去过，那不是年轻人去的地方吗？是啊，你现在不就为了要多去了解年轻人吗？哎，我们旁边就有一个洋洋经常去。哎，你好，请问哪可以买游戏币？那个机器，微信扫码就能买。啊，谢谢啊。啊，好。点击购币，不好意思，登录。厉害啊！是这块好。过！别！漂亮！哇！
呀！